上星期同大家介紹咗其中一種特殊情況下民事賠償嘅一個規定，今日咧就會為大家介紹另一種規定。根據刑法典第122條第2款嘅規定，如果犯罪所造成嘅損害嚴重至受害人因此而失卻維持生活嘅方法，且預計應負責任嘅人將不能對損害作出彌補，則應受害人嘅申請，法院得以該損害為限度，將全部或者部分嘅罰金給予受害人。例如啦，甲佢因為過失傷人而導致乙終身殘障，佢被判處咗罰金，而且咧亦都係需承擔部分嘅民事責任。咁丙佢雖然冇刑事上面嘅責任啦，但因為民法上面咧需要對呢個行為負責，所以都要需承擔部分嘅民事責任。其後甲佢係已經全額繳納咗罰金，並且支付咗佢應該負嘅一個賠償，但係丙咧因為冇經濟能力而無法履行呢個賠償義務。喺呢個情況之下，法院考慮到乙佢冇經濟能力，而且丙好大機會係唔可以支付呢一個賠償，則應受害人乙嘅申請咧係將甲嘅一個罰金咧作為賠償俾受害人乙嘅。但係值得一提嘅係咧，上述嘅呢個情況係唔會免除丙嘅責任嘅，因為咧根據刑法典第122條第3款嘅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佢係有權代為受害人而對犯罪行為人同埋應負責任嘅人咧係進行追討嘅。